中国26日宣布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引渡条约》。该条约在北京进入最后的法定程序，而土耳其自去年提交大国民议会至今尚未获得批准。一旦获批，两国签署的引渡条约将会尽速生效。由于土耳其人与维吾尔族同属突厥民族，多数信奉伊斯兰教，因此历史上土耳其有许多维吾尔族移民。近年也成为维吾尔人逃离中国破坏的宜居地。中国和土耳其的引渡条约引发关注维吾尔人人权团体的担忧。有维吾尔族活动家表示，中国可以利用此一条约罗织所谓的犯罪指控，引渡那些不满中国政府、要求摆脱统治而寻求自由的维吾尔人。该条约是2017年5月份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时签署。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传统医学专家、翻译家内格买图拉·拉希德于12月27日凌晨去世。内格买图拉·拉希德于1947年出生于东突厥萨阿图什市，1969年获得了临床学士学位，先后在乌鲁木齐多个医院和政府部门工作。1985年在土耳其申请庇护，获得土耳其国籍后，1989年11月，土耳其卫生部特别陪审团认可了他的医学资格证。他是第一个在土耳其介绍和实施针和磁疗的人。他多年来在土耳其从事干针疗法研究和教学，多次参加国际针疗会议，介绍维吾尔传统医学。在近日出现多例新冠感染病例之后，北京各区进入紧急状态。北京近期出现零星的新冠确诊病例，政府加强了防疫措施。据报道，这所中国首都的各个城区已经在周日接到通知，要求各部门进入紧急状态，在出现确诊病例的城区实施封锁管理。近日来，北京确诊病例都出现在顺义区，当地已经进入防疫战时状态。土耳其卫生部长扎克27日晚间表示，原定28日送达的中国疫苗，因为北京海关出现新冠肺炎病例，将会延迟1-2天送达。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已经签署了一项包含9000亿美元疫情纾困法案，将启动向个人和企业的援助。特朗普在宣布签署上述法案的声明中指出，参议员已同意将表决一些事项，其中包括提高目前为600美元的个人援助金额。特朗普周二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，呼吁将个人援助的支票金额从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，连共和党议员都大感意外。美国国会本月21日通过的2项法案，除了提供9000亿美元纾困金以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外，还包括1.4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拨款。沙特阿拉伯发现4座新的石油和天然气油田。通讯社 SBA 报道称，沙特能源部周四宣布发现了4座新的石油和天然气油田。国有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公司在拉夫哈市的西北部一油井发现石油，其在达兰市的西北部发现了非传统石油。能源部称，沙特阿美继续致力于测定所发现油田的面积和规模，并预估其中石油、天然气和凝稀油的数量。